屏东恒春半岛当年的旧历3月23，也就是妈祖生日前后一礼拜，是宣布放卵的时间。规大片的卵看起来袂输是海底伫咧落雪，去引真侪畅水客去欣赏。专家就提醒讲，若是要去看，就唔通甲干扰，千万袂当摕手电仔笑宣蚵。粉红色已经有形的卵素喷出了后4线，屏东恒春半岛初九，也就是农历3月23妈祖诞生前后，迎接脑纹旋蚵、尾纹旋蚵甲角脚旋蚵是生卵的大月。伫暗蒙蒙的水下，那亲像粉红色的烟火，嘛像海底天星。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夜间潜水，所以本处特别和台达电文教基金会、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合作。进行垦丁珊瑚产卵的线上直播，释放卵的那个时机可能需要一个刺激啦，哈，这个刺激可能是温度的变化。为着让更较侪民众看到旋蚵生卵，昆管处甲海参馆等单位合作做水下直播。旋蚵生卵状况是海洋生态健康的指标之一。昆管处表示，今年各畅水点旋蚵生团的情况有明显提升，也有专家提醒，旋蚵白化的状况也持续发生。气候该下雨就下雨，夏天的话呢，台风的吹，有这个永生流啦，还有海浪啦作用下呢，水温就不会持续增高。如果是每天都是好天气，包括垦丁的整个环境呢，就会一直维持在高温，珊瑚就会有白化的现象。持续高温甲气候变迁，互垦丁面临旋蚵白化的危机。垦管处等单位持续加强监测、推测减光害等措施来保育。专家还提醒，想要看旋蚵生卵畅水的人，手电仔顶光线袂使直接照旋蚵，以免扰乱旋蚵，影响生卵。记者采访报道。